接下来要来关心的就是台湾在运动比赛的成绩有影是真好。体育署今仔日是来颁发体育运动精英奖，其中保胜国金牌林秀婷，伊是摕到最佳女性运动员；也那伊的运输詹志强也摕到最佳教练奖。另外呢，这亚洲鸟王邓家宏，伊是摕到最佳查甫运动员奖；也那拍羽毛球的李勇甲王泽林是摕到最佳运动团队。 得到体育运动精英奖的得奖选手斗阵翕相，享受这一年辛苦奋进的成果。今年度台湾体育选手伫巴黎奥运这大型比赛表现拢真好。教育部体育署20颁发体育运动精英奖，其中最佳男运动员奖由巴黎奥运体操铜牌亚洲鸟王董家宏得到。感谢教练，然后感谢黄金团队，然后。 一路这样支持我，然后拿到奥运铜牌，很感谢体育署、中华奥会，然后协会，还有国训、台师大给我的支持。利用夺台湾拳击史上头一名金牌的台湾拳后林秀婷不负众望，摕下最佳女运动员奖。运输詹志强是搁再得到最佳教练奖。苏格拉底曾经说过：“经历风雨，成就人生。”那这句话，我想要送给现在也许还在努力追逐梦想的。 选手们，我想我会继续保持我自我的信念，追求卓越，永不放弃。第巴黎奥运羽球男双夺金，并且完成2连霸的李洋、王泽林是摕下最佳运动团队奖。能够成就一个运动员、一组运动员或是一队运动员，我觉得都是一个团体的荣誉。虽然我们在今年就结束了合作，但我相信，羚羊的精神一定会就是以各种。 不同的形式留在大家心中。这摆特别奖由霹雳舞国手孙静得到，由伊的老爸单位领奖。也来将新成就奖是颁予投入拳击运动超过1甲子的拳击协会常务理事长李武南，感谢伊长期推动拳击运动发展，培育出林秀婷担任琴这优秀的国手。记者综合报道。